同學仔，大家好！大家知唔知圖片入邊嘅地方係邊度呢？冇錯啦，就係我哋生活嘅地方——香港。大家對於香港有幾多認識呢？而今日我就會同大家介紹一本圖書，書名叫做《五感識香港》，出版社係新雅文化。透過呢本圖書，大家可以運用你哋嘅五感，重新認識香港。相信各位同學都好熟悉五感，包括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味覺同埋觸覺。而呢本書亦都將香港分成咗5個感官世界，喺每一個章節入邊，大家都可以揾到啲驚喜㗎。例如喺嗅覺嘅章節，大家真係可以喺本書度聞到寺廟嘅香火味。而喺觸覺嘅章節入邊，大家真係可以摸到沙灘嘅沙。而我最想同大家分享嘅係聽覺嘅章節，請大家細心聆聽以下播放嘅聲音。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車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。攞埋減埋啦！睇戲又得，睇劇又得，睇歌睇馬睇乜都得，內容大家聽唔聽得出頭先嗰啲係咩聲音呢？相信都係大家好熟悉嘅聲音。呢啲聲音存在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環境入邊。原來透過聽覺，用我哋嘅耳仔去觀察香港，都可以聽到香港嘅故事同歷史。喺香港，我哋唔講坐電車，而係話搭叮叮，係因為電車會發出叮叮嘅聲音。書入邊講呢個聲音已經陪伴香港人超過100年啦。每一次聽到叮叮嘅電車聲音，我都會諗起細細個搭叮叮車嘅經歷。由車窗望出去，香港嘅街道就好似一幅流動嘅畫，唔單止有現代化嘅高樓，亦都有傳統嘅店鋪，仲好似可以聞到菠蘿包嘅香氣。而呢個正正係香港獨特嘅魅力。睇完呢本書，我好似重新認識咗香港。原來用五感去觀察呢個世界，可以有咁唔同嘅體驗。希望同學仔亦都可以打開你哋所有嘅感官，去發現生活之中嘅美好，去重新認識香港。大家亦都可以去圖書館借閱呢本書《五感識香港》。我相信你哋一定會有唔同嘅發現。